头刚减了。然后这些嘛哈。 2019年4月1号，现在直播的是南方澳跨港大桥掉下来的直播现场。听说有船在桥下，所以现在对岸已经有起火的现象，而且可以看到黑烟已经跑出来了。 我就看一台车要爬去，爬袂去，垮落来。顶运到一台车啦，对啦，我就看你知。